教育部要成立第一間國立的台灣科學實驗高中，籌備處佇咧昨正式掛牌。教育部嘛要甲中建院抑個國內4間大學合作，希望會當互相來分享科學研究的資源。請接牌。為着要互對科學有興趣、想要深入發展的學生，會當對高中開始就累積研究的經驗，嘛通栽培台灣基礎科學的人才。教育部要辦國立台灣科學實驗高中，自到籌備處掛牌，教育部嘛甲中央研究院、台大、清大、陽明高大甲成大合作簽 NOU， 希望大學甲實驗高中會當互相分享科學研究的資源，建立一個完整高等教育甲學術研究的體系。我們一定可以創造一個更多元的一些科學家，更具有人文社會含蘊的這樣一個能夠關懷社會、人類發展的這樣的一個科學家，願意挑戰未知的這些年輕人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，而這個平台呢，就是我們國家未來科技發展還有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所寄託的。台灣科學實驗高中籌備處的主任認為，台灣目前科學的教育攏較功利，煞無重視問題的本質。未來這間學校除了會安排25%至30%專題研究的課程，培養學生的好奇心、人文素養，甲面對失敗的韌性，希望學生會當真做關心社會的科學家。我們科學研究都很重要，就是觀察到點細微，哦，原來不一樣，那這就是我要研究的東西了。所以這個敏感度，這個好奇心非常非常重要。教育部表示，台灣科學實驗高中會設在台灣大學的國青大樓，打算明年2月開始招生。入學除了筆試、面試、書面資料的審查，也會透過營隊的方式來選出學生。教育部嘛期待這些學生未來會當在全球不同的領域發揮專長。記者郭玉記者桂林台北報道。